主席，國家主席習近平喺2022年7·1嘅講話中兩次提到普通法，強調香港要保持普通法制度。國家喺十四五規劃入面呢，亦都將香港定位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呢啲都充分顯示咗中央用實際嘅行動支持香港，幫我哋維護同埋發揮普通法制度嘅獨特優勢。香港係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嘅司法管轄區，仲係全世界唯一嘅一個中英雙語嘅普通法地區。喺咁獨特嘅優勢之下，我哋理應成為國家涉外法治建設嘅橋頭堡，培養涉外法律人才嘅搖籃，同埋提升國際法律服務水平嘅先鋒。但講到呢度，我哋都要正視一個問題：香港法院嘅數字化程度真係要俾人彈。就算我哋喺普通法制度嘅老字號，但係數字化、信息化方面實在落後唔少。我記得喺25年前，即2000年初，我去咗新加坡考察。嗰陣佢哋嘅法院已經用緊電子檔案處理系統，真係行得好前。世界銀行仲讚過新加坡，話佢哋係法庭自動化嘅典範。早喺2017年，杭州互聯網法院已經成立，專門處理電子商務平台糾紛。呢間法院可以話係中國甚至全球第一間真正嘅互聯網法院。喺嗰個法院受理嘅所有案件，從立案到審判，全部都係網上完成。唔單止咁樣，內地其他城市其後仲引入咗移動微法院，被告、原告甚至律師都可以係自己喺自己嘅辦公室或者屋企用手機程式遙距參與聆訊，真係方便又高效。反觀香港，我哋嘅法院喺上世紀90年代其實已經開始電腦化，確實有啲進展，但老實講，大部分法庭程序仲係靠紙本文件。成日見到律師拎住成沓厚厚嘅文件，法庭仲要人手處理，真係落後好多。根據世界銀行2019年嘅研究，香港喺法庭自動化方面嘅評分只係得1分，而滿分係4分。情況真係唔係好理想。俗語話延遲公義等同否定公義。我哋要明白，法庭科技化唔單單係為咗加評分，更係提高司法質素、維護同促進公義嘅必須工具。香港作為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同國家對外開放嘅窗口，必須要積極與時俱進，向更加智能化、現代化嘅司法體系邁進。因此，我好欣慰，亦非常支持特區政府制定法院遙距聆訊條例草案，將從疫情期間開始嘅遙距聆訊實踐制度化、規範化。條例草案通過後，將會進一步清晰規範遙距聆訊嘅適用範圍、技術要求同程序保障，令法院運作更加靈活高效。對於律師、法官甚至案件當事人嚟講，都係一個好消息。因為可以節省時間同成本，真正咁樣實現司法服務觸手可及。呢3年嚟，司法機構喺法庭數字化發展嘅速度令人拍手稱快。我特別要感謝終審法院大法官張舉能同埋司法機構政務長梁月賢女士喺呢3年嘅努力。但係今次法院遙距聆訊條例草案通過之後，只不過係香港法院數字化嘅起手式，下一步係落實條例草案方面，我哋需要充足嘅配套資源，尤其係律師同司法人員需要熟悉呢套新系統。呢個唔係一朝一夕可以搞掂嘅事，所以律政司同司法機構應該撥出足夠嘅資源，提供全面嘅培訓，例如開設工作坊、模擬庭審，甚至提供技術支援熱線，確保律師熟悉點樣操作遙距聆訊嘅平台。
此外，法院要制定切實可行嘅規則，保證遙距聆訊嘅證人附近係冇受到干擾嘅，附近係冇人向證人作出提示，確保司法公正。特別係而家深偽技術咁犀利咧，乜嘢畫面都可以未必係真實。呢方面，香港政府嘅境外辦事處同經濟貿易辦事處，甚至中國領事館，係唔係可以提供地方俾人喺有需要嘅時候做遙距聆訊呢？咁啲證據同證供就更加安全可靠啦。而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我哋唔應該停留喺遙距聆訊嗰個層面，而應該望遠啲，睇下內地同埋國外嘅新科技，例如人工智能喺司法程序入面嘅應用。舊年深圳市法院已經開咗用自己研發嘅人工智能輔助審判系統。呢個系統可以係喺庭前、庭中提供全面支持，通過分析案情、推送規則同生成聆訊記錄等功能，大大縮短聆訊準備嘅時間，提升咗法庭嘅效率。浙江省同廣東省法院已經建立咗雲上物證室，通過 3D 嘅成像技術採集物證嘅三維數據，運用區塊鏈技術儲存數據同進行管理，協助法官同律師取得案件物證嘅資料。喺 5G 數據傳送系統嘅協助下，即使係遙距聆訊，法官、律師同證人都可以見到物證嘅立體全貌。廣州市法院更進一步，喺涉及商標同產品嘅知識產權爭議案件，法院會用物證嘅三維數據，利用 AI 對正版同涉連侵權嘅商標或者產品進行比對，話俾法官聽兩者嘅相似度有幾高，協助法官判定有冇侵犯知識產權。國家嘅新司法科技唔單止可以幫到法官判案，喺江蘇省仲可以利用物聯網電子封條執法嚟協助法院查封資產，保障民事訴訟勝方嘅合法權益，避免有人試圖拖延執法、轉賣資產、逃避賠償嘅民事法律責任。我唔係話 AI 可以取代法官，但如果香港能夠善用 AI、物聯網等技術，香港嘅國際法律服務市場嘅競爭力將會大大提升，從而實現彎道超車、後來居上。主席、代主席，香港嘅普通法制度為我哋嘅核心競爭力提供咗堅實嘅基礎，而法院科技係未來司法發展不可或缺嘅部分。呢條法院遙距聆訊條例草案唔單止係一個緊貼時代嘅具體措施，亦係我哋響國際展現香港司法優越性嘅重要一步，更係實現國家賦予香港嘅使命嘅關鍵一環。代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